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5月2號星期五，歡迎收睇本週嘅波蘭中文電視。我係主播 Susan， 多謝大家嘅關注同支持，我哋會努力為大家提供更多更即時準確嘅新聞資訊。以下就係本週嘅重點新聞：一、中國大閘蟹驚現哥倫比亞河；二、Trump 申令商用卡車司機必須識英文，違者禁止上路；三、俄勒岡州通過法案，彩票得主可以選擇匿名；四、對於未來感到不安，越嚟越多美國人提早申領社安金；五、州議員提出新嘅提案，重整運輸經費機制；六、藍藻高發季節嚟臨，慎防人畜落水中毒。下邊請收睇新聞嘅詳細內容。州魚類同埋野生動物局近日通報，一隻中國嘅絨螯蟹，俗稱大閘蟹，喺4月22號喺哥倫比亞河下游被捕獲。呢個係太平洋西北地區首次確認發現。呢隻螃蟹係由一名商業漁夫捕獲並上交俾野生動物局嘅工作人員。根據初步判斷，呢隻大型嘅紅蟹可能係經由人為釋放，又或者隨住船壓艙水夾帶住幼蟲流入本地嘅水域。中國大閘蟹原產於東亞，雖然喺中國嚟講係屬於人人都中意食嘅美食，但喺美國係屬於入侵性極強嘅外來物種。魚類同埋野生動物局警告，該物種喺1990年代曾經大量繁殖於舊金山嘅灣區，對當地嘅水利設施同埋生態系統造成咗重大嘅損害。目前魚類同埋野生動物局正同俄勒岡州入侵物種委員會合作追蹤同埋勘查潛在嘅風險，並提醒民眾切勿私自棄養或者轉移任何外來嘅水生生物，以防生態環境嘅危機擴大。總統 Trump 於近日簽署咗一項新嘅行政命令，要求所有喺美國境內駕駛商用車輛嘅卡車司機必須具有足夠嘅英文溝通能力，否則將面臨被強制停牌嘅處分。好多華人新移民嚟到美國後嘅第一份工作都係卡車司機，而呢個行政命令將會對佢哋嘅工作產生咗重大嘅影響。根據命令嘅內容，所有商業駕駛人必須具有能夠足以同社會大眾進行溝通，即係具有閱讀路標、理解交通執法同埋檢查站指令、同邊境同埋農業檢查員交涉嘅能力，並且能夠以英文向僱主同埋客戶報告運輸情況、接受指令。此行政命令預計將引發對移民司機同埋多語族勞工權益嘅廣泛關注同埋爭議，而政策實施嘅細則尚待交通部嘅進一步發布。州議會本週通過第3115號眾議院法案，規定未來所有 Lottery 中獎者可以選擇唔公開姓名，改變過去強制公開中獎人身份嘅制度。該法案以23票對5票喺州參議會通過，目前正在等候州長簽署成法。此法案嘅主要目的係打擊不當轉售獎票嘅行為。喺過去有從業者以低於面額嘅價格收購中獎票，然後以全額退獎，藉此進行逃稅或者幫助中獎人被規拖欠嘅撫養費同埋債務。新嘅法案除咗禁止呢類轉售，仲規定票券買家唔可以將購票支出列為報稅扣除項目。支持者認為呢項法案能夠保障中獎人嘅隱私同埋安全，但亦引起咗外界對缺乏透明度嘅擔憂。部分媒體同埋觀察人士指出，此舉可能削弱外界嘅監督，俾某啲企業或者海外公司繼續透過唔透明嘅手段從中獲利。根據《華爾街日報》嘅報導，越嚟越多民眾對於未來經濟同埋社會安全制度前景感到不安，從而選擇提早申請社會安全金。
儘管提前領取可能意味住就係領少咗金額。有專家指出，恐慌心理正係形成影響退休決定嘅重要因素。根據社安局嘅統計，截於2024年3月，待處理嘅社安金、遺屬福利同埋殘障保險申請案件高達58萬件，遠高於上一年嘅50萬件。社安局官員指出，部分民眾受到媒體同埋政界對制度未來存續性嘅警告影響，提前申請以先領為安。而另外，根據智庫專家指出，Trump 政府時期推動嘅聯邦機構縮減同埋改革，加劇咗民眾對社安制度穩定性嘅疑慮。根據現行規定，美國民眾最早可以喺62歲申請社安金，但係如果你選擇延後申請至70歲，就可以獲得最多76% 嘅額外給付。12名眾議會共和黨議員喺本週提出一項新嘅交通支出計劃，主張唔加稅、唔投資大眾運輸、鐵路、自行車同埋氣候友善項目，而集中資源用於公路同埋橋梁維修。議員表示，州交通廳目前嘅任務過於分散，應該縮小範圍，專注基礎維護。提案中建議刪除或者重新分配7.3億美元嘅預算，包括取消大眾運輸基金、出租辦公室空間、終止自行車同埋人行道路嘅項目、削減空缺職位同埋鐵路嘅經費，以及停止與氣候、社會公平有關嘅項目。此提案同民主黨提出嘅加稅交通方案方向大相徑庭，後者計劃喺未來2年內籌得19億美元嘅交通建設資金。每年喺5月到9月係俄勒岡州藍綠藻高發嘅季節，州衛生局近日提醒民眾，無論係人定係寵物，落水運動嘅時候要格外小心，以防接觸到含有毒素嘅藻類而導致中毒。藍綠藻經常係見於靜止或者流速緩慢嘅湖泊同埋河川當中，表面嘅特徵係綠色雲霧狀水面或者漂浮嘅藻塊。接觸到有毒嘅藍綠藻之後，可能會有嘔吐、頭痛、呼吸困難，甚至分揭等症狀。而狗狗則係更加脆弱，僅係舐毛髮上面嘅藻類或者飲咗受污染嘅水，都有可能中毒甚至死亡。俄勒岡州衛生局指出，一旦發現水面異常、有異味或者睇到綠色嘅漂浮物，應該避免人畜接觸，並通報州政府相關嘅部門。以上就係本週嘅重點新聞，佢哋嘅詳細內容可以喺波特蘭新聞嘅網站、Facebook、微信公眾號，又或者手機應用程式上面睇到，亦可以請到我哋波特蘭中文電視嘅 YouTube 頻道收睇都得。本週嘅波特蘭中文電視就到呢度結束啦，多謝你嘅收睇，下週同一時間再見。